观众朋友，新年平安，老哦，师恭喜！恭喜！嘿，咱今仔是啥物？新的一档啊！新的一档，嘿，咱有朋友可能有走去耍诶无吼？今仔日咱要来啉咖啡，嘿，咱做少讲好，着咖啡，讲着食诶对无？嗯，而且今仔日要谈啥物？有名诶人哦，听讲是啥物爱因斯坦哦，啉咖啡安尼好厉害哦，拍过，好啊一个吼。咱来看后壁，有人知影这是伫对无？有人去过遮无？嘿，就是老师顶礼拜吼，旧年尾一直咧讲诶一个国家对无？啊，老师诶后壁迄是啥物？迄个是即阵还搁咧经营诶上早诶一间咖啡店，对哦，已经390档啊，哦，这已有厉害。经开390档。一杯咖啡会当卖400档，伫要400档，这有厉害哦！有人去过遮个所在无？而且吼，欧洲其实遮足侪有名诶咖啡店哦。咱等下来讲，为虾米咖啡店遮尔有名吼？啊，为虾米咱通有这个啥物人的讲的？这边有他讲名望诶人，吼，甲毋是有名甲耶望诶人。稣共的，耶稣嘛是做爱甲人共的。是哦，耶稣就是世界上有名诶人啊啦吼，即阵无应该是足少人捌伊安尼，所以是看有名诶人共倒啉咖啡。其实咱台湾诶人吼，较少咧啉咖啡吼，对无老师？即个咖啡是安怎来诶？就是咱今仔要讲诶即个土耳其诶，咖啡毋是为遮来诶吼，但是咱今仔要讲诶，这是伫土耳其佫活咧诶一间上老诶咖一啡。间咖啡店，自古早开到今仔日拢继续咧开，伊算做第一间全世界第一间咖啡厅。是，直到今仔日还咧开到算即摆若已经无去就无算啊。就是讲到今嗯仔日佫有开诶啦吼，以前嗯已经倒店诶，迄个会当算诶啦吼。嗯，是，即个是，伊即间嘿，伫遮吉安太保啦，伫即个城市。哦，因为即个城市伊是磨迄个啥物豆啊，对无？磨豆啊有名。磨豆，迄个泰米斯的意思土耳其话泰米斯就是讲咧磨咖啡的豆啊，咧哦，磨咖啡的所在啦，磨咖啡豆的所在叫做泰米斯。啊，是，咖啡市就是因讲的咖啡叫做咖啡市，所以叫做泰米斯咖啡市。遮至安泰普即个城市的一个老街，一个足老的一条街路内底，有开一间店，当然即间路的商品啊，拢是因的店的对。吼，所以有人去遐啉过咖啡无？我是毋捌去过，老师有去过吼，所以咱进前一直咧讲诶，拢是伫即边，对，即摆河跳过伫幼发拉底河的即边，甲地中海的中，上边遐个地中海，来遐个幼发拉底河，迄个城市就是幼发拉底河较近啊，离开较近。是，所以咱看过一条线，就是无共款诶国家啊哦，对无？对，叙利亚甲土耳其诶隔界诶所在，塔米斯咖啡馆塔米斯咖啡市咖啡市就是因咧讲诶磨咖啡诶所在诶咖啡店。你看这一什么？1635、351635年到三五，今仔日甲算到390档啊。这有厉害哦，遐尼久诶咖啡店啊，所以敢讲迄阵是足侪人做伙生活诶所在吼，即个城对，对，即个所在。嘿，
是阿美尼亚的基督徒啦，个叙利亚的正教啦，吼，基督教的正教，个希腊正教啦，有个天主教啦，吼，个有穆斯林啦，逐个人拢做伙伫即个城市，做生意人也是伫遮。所以而且有一个特别的文化，等下所以有足济群的人，去捌去啉咖啡，拢安尼一群的一道一道的人，因讲的话拢无共款啊。嘿，所以足济人有名的人，拢伫咖啡店内面讲话哦。听讲有，对，伫遐有灵感，遐找灵感。所以咱就讲，咱要讲的即间咖啡店吼，这是第一间嘛吼，伊10年以后，经过10年后，甲有人将即个方法走去伫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所以意大利威尼斯吼，即间咖啡店算做欧洲的第一间啊，伊都要满托尼基10档。所以即个方法吼，听讲是特别的煮法啦吼，我是毋知安怎煮诶，老师可能有看着吼。无啦，咱来看，咱足济人拢来遮坐啉咖啡，其实啉咖啡吼，上重要目的是讲因要有迄个灵感。比如讲迄个海明威最有名嘛，毕加索伊诶画嘛拢足水诶。遮艺术家因两个捌伫巴黎诶左岸咖啡馆，左岸咖啡馆有那全世界有名诶。来莫扎特两个音乐家吼，甲贝多芬，因两个吼也伫维也纳诶中央诶咖啡馆，即间咖啡馆嘛是叫做有名。即拢逐个城市上有名诶一间啦。个文学家卡夫卡，咱较早捌讲过卡夫卡，伫布拉格嘛吼，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伫布拉格诶罗浮咖啡馆。所以老师，咱若要有啥物好诶想法，就是爱去啉咖啡对无？因为咖啡啉了，精神拢来啊，就是安尼。个有甲人看着别项诶物件，刺激家己，是甲别人讲话诶时阵，有因为孔子有讲啊，三个人行就有其中有我诶老师，所以你若三个人咧啉咖啡，就有一个你诶老师甲你教。是，所以因这是一个听讲，外口是做成一个铜杯啦，像铜诶杯，内面个一个灰仔，一个灰仔咧加底咖啡，然后看咧，安尼甲袂晓冷去。是，所以因迄种因即个足水吼，即个做甲真水。塔米斯，因诶顶悬诶是塔米斯，就是因诶店号啦，因诶店名就是塔米斯。而且因个刻啊，迄个一个杯仔尔吼，细细，伫欧洲即边拢是用画诶对无？伫遐而且用做诶，像做金属诶顶悬啊，伫铜诶顶悬做诶。所以伫遮是拢用画，伫土耳其遐是用刻诶，是安尼。就是我是第一摆看着吼，细细杯，但是刻啊足水诶吼。所以咱基督徒嘛是做爱啉食诶对无？啉食做伙啉食吼，基督徒诶眼中，咖啡馆就是咧谈论哲学啦，还是圣经啦，还是讲诗歌诶所在啦。生意人就伫遐做生意诶吼，修道士啦，修道士，还是学者伫遐教化思想。伫遐讲你认为安尼较对，爱讲安尼较对，安怎较对？两个人伫遐讨论，就是咖啡店。有迄个功能，所以大家拢用无共款的语言，就是讲，你看因做些道嘛，一道一道，一道是台湾去的，迄道是土耳其的，迄道是希腊来的，个一道是美国过来的，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拢会教。一个是上讲的话拢听无就对啊。
就是可能即道边仔迄道可能你讲泰国话哦，我即晚伫维也纳诶咖啡馆肯定会无着，另外一道你讲德国话，来有一道讲什物讲英语诶，对无？就是无共款。佮有食了你啉了要出去了无？逐个人讲诶拢无共，柜台咧收钱诶人，伊无法度通讲遐济话伊就踮遐，就用一个叫你家己算数写伫来讲一杯是偌济，你食一杯就爱偌济互伊家己算数互伊。安尼啊？你食两杯，还是你食？是你啉，你干那啉白水尔，你无食咖啡，拢会使家己算钱了对。安尼，安尼，这嘛是爱做信任人诶啦吼。无你食几杯都毋知影，无要紧凊彩。你看因这是无共款诶花仔踮遐煮呢吼。伫遐煮咖啡。是用安尼煮诶真特别像咱即阵啉咖啡也是咖啡店，拢无啥共。所以咱毋是去遐重点毋是去啉咖啡诶啦拢是去遐卫生诶对无？咱讲卫生，所以咱会想着，其实耶稣嘛做爱共人做伙食饭，而且伊特别。耶稣捌甲税吏有无侪人？伊做税吏诶朋友。是税吏咩讲？朋友，税吏就是讲抽象诶。你讲抽象，还是讲抽税？抽钱诶啦所以因拢趁足侪钱，所以迄阵诶人拢无啥介意遮抽象。人拢无介意耶稣那介意讲得，伊也捌甲法利赛人做人客，伊互因甲因做伙食饭对，佫有一个撒该对无？伊迄个爬去树仔顶诶，要看耶稣，耶稣讲伊讲我用人要甲你讲得。是所以耶稣到最后伊要去用定十字架进前，过你共人食饭所以基督教诶人是做爱做伙食饭诶对啊。咱诶有关诶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32节伊讲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来反悔。伊要招歹人所以耶稣甲你讲的，毋是讲因为你是足有名望甲你讲的你凊彩一个人，伊就要甲你讲的。对敢有人讲要去找迄个去互关过诶人做伙食饭，还是一个总统伫遐，你可能会去选共总统食饭对无袂去选迄个共迄个有去互关过诶人但是耶稣就是拢选一个所以基督你看伊进入诶毋是圣殿，伊较侪时间是进入人诶生活诶空间伊甲讨伊人做伙，甲税吏做伙，甲罪人做伙拢伫外口较侪，足少伫圣殿内面讲道理。启示录3章20节，伊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诶声来开诶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伊讲伊要入，耶稣咧拍门若开门诶，伊特别入去你诶内面，甲你食，你也甲伊食，做伙食。对所以毋捌去看耶稣食过饭诶人，一定爱去教会看觅去附近诶教会，但是爱找迄个正常诶人正常诶教会当去遐看人食饭，看人做伙食饭，你会当看到耶稣伫中。上帝就伫咱诶中间对无咱诶中你看遮尔大诶咖啡店是拄食迄个共一间诶吗？无这无共间，这是外口，这毋是伫内底。一个外口诶迄个广场内底。这个遮尔大，踮遐啉咖啡，所以来遮一定要啉咖啡，应该是上俗诶像阮最近伫圣诞节伫澳洲。阮朋友来伊就讲遮个咖啡比水较俗呢买一杯水可能3箍咖啡2箍
所以咖啡伫澳洲是算做冻水啉的迄种啊吼，足侪人伫遮啉咖啡。再来，这就是内面吼，内面迄间店的内底面，内底面伊有分较少人，因遮就是伊毋知咧，你无一定咧啉，我看是咧看物件嘛吼。谈遐讲话开讲拢不要紧吼，无一定爱啉咖啡，安尼袂歹。即个咖啡店一定要去参观诶，即个顶应该是新诶啊吼，看起来水水。迄个美术店吼。是。伫遮会当想着讲，你徛伫即间咖啡店内底，想讲伊遐尼久啊，咁要400栋啊，还搁咧开，伫遮诶人出出入入，一代搁过一代，毋知经过几代去啦。逐倒因拢讲听，逐个人对方诶话拢听袂。我著遮想，讲咖啡实在是苦苦啦。毋过啉落人，逐个拢会较清醒起来。那种信仰，咱信耶稣也是共款，无一定讲拢足甜啦。有时是有那苦苦啊，有那有拄着二担当诶事，艰苦诶代志，不如意诶事，那会拄着。尤其我想迄个穆斯林国，因为土耳其是迄个穆斯林诶国家嘛，遮有那有基督徒。尤其迄个阿美尼亚诶基督徒吼，因就是一定要信因诶宗教，就是因诶阿美尼亚诶使徒教会吼。遮因逐代诶人吼，因是算弱势诶人。因拢望，因拢去看迄支山啦，亚那拉山伫附近尔。行北来看无青山，因讲迄就是因诶无青山。本地因诶国家就是亚那拉山拢是因诶，周围拢是因诶土地啊。毋过拢互人迫害逼离开，甚至走去别个国家吼，有人走去澳洲开咖啡啦。是。就是去用赶来赶去啊，吼！赶来赶去诶吼，诗篇，对，咱来读圣经吼，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吼。我要行目山，我诶帮站对倒落来，我诶帮站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咱是毋是会不时行目山？为什么要上山？对亚美尼亚人来讲，因那就这段圣经则对因来讲最有感觉诶。是，就是讲无一定有足顺遂，但是咱会当来找求上帝对无？伊一定帮助咱，互咱会当做喜乐。咱你像迄保罗去用保罗去用关嘛是做喜乐诶，对无？所以毋是看咱诶环境吼，是看咱诶内心吼。足侪人最近听足侪人有其实做足够诶，做有成就诶吼，但是到最后伊想袂开吼，结束家己诶生命，这拢这定定有听着呢。是啊，对。所以咱想毋是讲咱有啥物做有钱，还是讲徛做水诶厝，会当做欢喜对无？吼。咱来看咧，即个咖啡店，佫有一个做。我上爱看着这啦，因为即款我第一届听音响就是即款，这内底拢无放大器，迄阵诶电子零件拢也袂有，免听笑片。伊就是一支针伫顶悬，安尼磨，着会震动会出声，声无偌大声，细钢声尔。对迄个鼓吹头放出去。你若要互迄个盘断，你着爱用手捧。边仔有一个把手，你用手捧。用手捧，就会当听迄个声音。你个速度爱拄好，迄个速度，你若上紧音乐就上紧，上慢就上，音乐就上慢，佫袂听清。所以你要听一条歌，就爱去用手去摇。
这是足古早诶，听即个音乐方式，留声机诶吼，上古早，叫做迄个流行。时代是电子零件拢还未有流行，还未人做放大器出来。所以伫即个咖啡诶边仔，着放一台座，一边啉咖啡对无？啊来一边安尼摇，诚趣味。所以其实遮足侪即种即种机器因拢会比讲像做诶即个喇，即看起来足像喇叭，一个花啊迄著是喇叭，迄个著是喇叭，无毋对。即个著是喇叭。声音著是靠迄个光明喙诶。所以咱拢会比讲倒一个较水观众朋友你有看过无会当伫下骹甲阮分享一下安尼。即个就是伊甲咖啡装伫遮对无？你会当家己转出来，嘿。家己倒。这就是拄则讲诶一个咖啡。就是内面有佫有一个花啊。听讲这是顶悬较济泡沫。较济皮啊。皮啊，我想讲是泡咧。皮啊，皮啊，是讲泡嘛是佫会使。是，就是上厚诶表示讲伊煮了上成功因为迄较厚，伊就会当保温对无？像讲迄个咖啡要安怎知影伊是真诶土耳其还是迄个机器泡？迄个用诶，什么人用诶还是机器泡？机器做出来你会当看即个泡啦泡看有厚无安尼。所以咱新诶一档来啉咖啡，就是要感谢啦。每一位伫遮有听诶人是。甲阮做伙来伫遮思想上帝诶话因为有逐人诶陪伴，互阮安尼继续一礼拜一礼拜过去，虽然几个冬过去，阮继续来讲故事。愿新诶一冬，上帝诶话正做你骹前诶灯，路上诶光，愿平安甲圆满，进入你诶家庭。感谢大家。对，甲咱支持四五档，敢有5档，3、4档诶朋友真正足欢喜，佮伫新诶一档佮看着你拄则拢看着美秋美华明辉，咱足侪朋友拢无出声但是知影恁有转去看诶多谢恁所以咱要用最后一个箴言3章5到60，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诶牛。伫你一切所行诶事，拢着认伊要指点你诶路，上帝要指点你新年诶路，叫你知影怎样行。像安尼，像这共款啦一条路安尼直直路，有可能你看无远到底去倒但是你若行伫上帝诶安排内面，伊会指点你诶路。毋免烦恼对无？毋免烦恼讲会去行落断崖即类诶所以咱来啉咖啡诶时，着想着讲，其实上帝嘛是做爱陪咱啉咖啡诶伊做愿意听咱讲话，做愿意跟咱共倒食饭，伊毋是一个皇帝对无？一个做咱像诶这叫什么？高高在上，台语怎讲？高高在上啦。是吗？直接讲高高在上毋是做骄傲诶人，毋是做下摆诶人。伊调工要牵遮有需要诶人做伙因为伊讲伊来是要帮咱做人对无？伊要找有做诶人无做伊就毋爱找伊啊。是咱硬是无即种人啊无人讲我自细汉到大汉拢毋捌讲过白菜，还是毋捌做过什物歹代志好，所以今仔日真欢喜，咱今仔日来到土耳其塔密斯咖啡对无？塔密斯对。其实咱是要感谢上帝因为我顶礼拜佫无声音，今仔日佫会当讲遮尔久拢无扫一声。
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爱来跟上帝做伙讲道拼桌。做伙食，无一定哦，搞不好就是你去咖啡店诶时，拢会当遇着啥物有名诶人对无？这是足歹讲诶哦。好，今仔日非常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来捧场。后礼拜一会样个要转来讲土年期诶一寡足水诶所在，对无？老师后礼拜有影片跟大家分享哦。幼发拉底河，咱来讲幼发拉底河。另外一边诶河吼，就是同款时间，台湾8:10分，泰国7:10分，澳洲1:10分，搁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来拍婆啊！安尼大家平安，祝大家新年拢有上帝福气，跟上帝做伙啉咖啡，再会。